香港的立法会通过《基本法》第23条，未来若准讲在台湾人入境香港，手机内底有批评中国的信息，是也有可能会真侪。伫台湾的香港人就出面来抗议，讲这执法的界线是无清无楚，任何人拢有可能会犯法。 也让我们这个民众要非常小心了哈！真的有类似的行为，我是觉得民众就不要去了。呼吁国人莫过去香港，因为香港立法会19三读通过维护国家安全条例草案，也就是基本法第23条立法。23正式有效了后，除了更加限制香港人的自由甲人权，你说台湾人入境香港，手机内底有批评中国政经情势消息，也有可能诬告有罪。 伫台湾的香港人出面提出沉痛的抗议。要想起到香港的朋友，他们的情况真是很辛苦哦。早前香港已经有独立书店被查水标，明天之后很可能就是被警察上门搜查，然后就是要面对如入之灾。我做艺术的找不到红线在那，23条通过会严重影响我们的创作自由。 言论自由，我只是一个普通人，只是说我对香港的感受而已。但他们还是要一步一步剥夺我们的自由。条文中列出法则，叛国甲叛乱上悬会当处无期徒刑，间谍罪会当判20年，非法公布政府机密上当会当关10年。不过相关罪行的定义无明确，执法的界线也无明，互台湾的香港人难免会烦恼。 条文细节其实都是非常的模糊的，域外的这个效力，其实任何人在任何的地方，其实都是有可能会犯世界罪的。台湾政府可以让就是抗争者，而且受集权压迫的政治迫害者，在台湾有一个安心立命的一个地方。最近伫欧洲议会大楼前，采一个本来是放伫香港大学内纪念中国六四事件受难者港版的国殇字条，现场阁播放反送中运动代表歌，愿英光归香港。 创作者、单面艺术家顾志华伊讲，这种的展示是予中国强烈的信号，甲中国讲因的心衫伫欧洲无适用。记者综合报道。